台南市中西区公所在区长汪庆龙的带领之下，以“与神同行，幸福中西”作为城市品牌特色参赛，甲全国50来行政单位共同竞争。经过资格审查、评审评选到时顺访时3个阶段评选，荣获当奖荣誉。28日由副总统赖清德亲自颁奖表扬。中西区是咱清两时期古府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只是古迹美食小吃闻名还有一个重大的特色就是中西区是咱全国寺庙数量密度最高的行政区域咱寺庙不只是咱民众的信用中心也是咱传统的工业博物馆隐藏着丰富的有形无形的文化资产。咱中西区几年来参观学界与庙宇共同携手盘点咱在地的历史记忆、传统工艺文化，以宗教文化底蕴发展文化产业，推动宗教优质化，打造咱与神同行、幸福中西的城镇品牌特色。咱这届中西区参加咱第4届的台湾城镇品牌奖，评选获得铜奖的殊荣这个奖项是属于热爱咱中西区的每一个人区长汪庆龙表示，这个奖项是属于所有中西区的人，尤其特别爱感谢中西区的所有庙宇、文史专家学者、各单位以及学校，透过大小朋友共同参与，亲近在地文化，才会与神同行、幸福中心得到这次的奖座。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